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新港城中心嘅 Katie 啊。最近咧就白居易熱潮啦，咁啊，所以想同大家推介一個屋苑錦豐苑。咁啊，呢個屋苑咧就9座樓嘅，咁佢9座樓咧就普遍基本上就96、97年啦入伙。咁啊，而仲有特別有3棟啦，3棟樓咧就 D 座、H 座、J 座咧就係08至10年嘅。咁啊，大概咧就係30年樓下啦咁樣樣。咁啊，因為有啲客人啦嚟到就想揾一啲高成數啦，或者年期會比較長啲嘅屋苑嘅時候咧，呢個屋苑咧就絕對可以符合到你哋嘅條件啦。咁所以變咗，如果想揾一啲9成30年嘅白居易嘅話，可以過嚟錦豐苑睇一睇呢啲單位啦。好，咁我上到嚟呢度咧就係大兩房540尺嘅單位，咁業主咧入嚟嘅時候已經做晒成間嘅裝修噶啦，廚廁都做得非常之靚嘅。咁然後咧佢喺呢個廳嗰度咧，佢就個人原因問題啦，佢哋又加多咗一個書房嘅。咁但係如果冇咗呢個書房嘅話咧，其實成個廳咧就有180尺咁大嘅。咁但係另外有個特別之處，我就覺得係咧佢哋加咗一個工人房喺呢個位置啦。咁啊，因為而家地方真係比較細啲啦，咁啊，所以變咗要多個工人房，其實比較難。咁但係業主都花咗好多嘅心機，可以做得到有個位置喺度。咁另外，我覺得比較 target 啲嘅咧，就係有一個巨大嘅床啊。咁啊，因為呢度呢張床咧，就我都度過噶啦，有6尺乘7尺咁大嘅。咁基本上，如果有個咁大嘅床咧，其實私人樓都未必做得到。咁另外側邊呢個位置，其實仲有個空間嘅位置可以放到 BB 床，其實空間咧係非常夠用噶啦。咁點解我哋會介紹而家呢一個單位呢？其實呢一個單位呢，整體啦，錦豐苑咧，佢對上一個月呢，其實大概有8宗以上嘅成交啦。咁啊，成交價錢呢，偏向喺8900蚊，8900幾蚊尺啦。咁但係呢一間呢個尺價仲比8900幾蚊尺再平啊。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呢個係非常值得推介俾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嚟到新港城中心揾我 Katie 查詢更多資訊，拜拜。買樓怕中火，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佳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